劳动部按算要推动外送专法，将依个是要立法保障外送员的离散权，也有薪水计算的权益等等。外送平台若是违反规定，相当会去罚款50万。这7天已过期，会收集各界意见，再搁送行政院审议。外送员伫大街小巷内人气无用替人客送商品，为着保障外送员薪水等工作权益，劳动部顶日有过外送员权益保障甲外送平台管理法草案，头一摆以法律规范外送平台外送员、消费者甲店头4方关系，高明定外送员每点钟的收入，袂当比上价工资1.25倍价。那以每年2026年上价时薪来计算，就是245块。每一单都是独立的计算。我们不采所谓的截长补短跟平均。劳动部表示，伫外送员公路值部分，明定外送员每笔订单袂当比交通部核算的基本运价低，核算了后每点钟的薪水袂当比上价基本工资1.25倍低。另外，外送员也享有离散权，平台袂当强迫外送员一定爱接单。若平台随意填款要终止契约，也要由平台负举证责任。未来会成立独立申诉受理小组，保障外送员的工作权。我们需要去支付成本，比如说车辆折旧、油钱，甚至保养等等的。所以各国目前如果用基本时薪的保障的话，都是大概是1.5倍的一个范围。那我们会希望可以调到就是基本时薪的1.5倍。有一个风险在哈，它可能最后的结果并不一定能够去照顾到这个外送员哈，反而呢，会让这个成本哈被这个平台转嫁到消费者。另外，新法也头一摆将天然灾害执法明定停止上班上课期间，外送平台要停止营业。若平台无替外送员投保企业灾害保险，外送员袂当上线接单，若无相关会当开罚50万。劳动部强调，草案有过期7日来，会收集各界意见，作为后手调整依据，搁送行政院审议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